有什么用啊？你要现在报警，他们肯定要把老魏给杀了，怎么办呢？那报不报？哎呀，算了，我可是不敢在建北待了。你去哪儿？你和我去剧场吧，我回我妈家躲躲吧。哎，那也好，赶紧上车啊！黑子，你杀陈建国，现在又涉嫌多起抢劫杀人案，有什么话说？大哥，是马天林让我干的，我不愿意呀。好，我可以给你指条活路，你愿不愿意配合？我愿意啊，我愿意。黑子手上呢，你得赶紧通知他送过来啊！好。喂，四哥，黑子，东西在我们手上，但是不能给你啊！怎么不能给我？我不能告诉你，喂。关机了。他说他不能给我，什么意思？那我们就去看看他什么意思。上哪儿看去？慌什么？我能不慌吗？他会把我供出来的，这是要杀头的。不有我吗？你慌什么啊？哎呦，这样啊，先去看看啊。关系吗？跟我没关系。刚才来俩人是修电视机呀，正在折腾着。警察来了，说他们是惯偷，就给逮走了。老叔，那些人肯定有问题，这儿已经不太安全了，您得换个地方。换地方？对，必须得换，而且马上得换。天磊，带老叔走。好。哎，有这么着急吗？有这种。好。那东西你放心，我知道啊。
慢点。真有必要要住到外面去啊？有必要，肯定有必要，绝对有必要。鱼上钩了，现在我们达到了3个目的。第一，夏伯清被我们给冤枉了，他跟张家权怎么解释也解释不了，所以我相信很快他们就会内讧。第二，黑子归案了，可是指使他的人就是马天林，所以对马天林的通缉令很快就会发出来，他肯定要逃亡。第三，如果他真的逃亡的话，夏伯清和张家权都不会放过他，因为如果他一归案，就肯定会把他们供出来。所以现在马天林的情况是非常危险的。看我干嘛呀？马天林在我心里已经死了。小萌啊，现在不是他在你心里死不死的问题，我们不可以看见他死的。如果他死了，所有的人证都会消失，证据链就成立不了。老四，啊，至于吗？吓成这样！喂，我能不害怕吗？这通缉令贴的满大街都是，这怎么回事儿？这是？我不也当成刑警队录完口供出来吗？他们也找到你了？陆远航找到了倩倩的线索，和夏莹坟墓里的骨灰做了 DNA 的比对，警方确认那就是倩倩。那你跟警察怎么说的？他们怎么问我怎么说呗，无非就是以前和倩倩那点事儿，有什么呢？那98年3月19号，跟你说啊，那一天我可什么都没干。是，那当然。那我的事儿怎么说呀？警察那边有什么消息没有啊？薛仁把黑子拱出来，黑子把你拱出来，就是陈建国那点事儿，这大家都明白的啊。要不这通缉令能贴得满大街都是吗？完了，我就知道这下全完了。我跟你说啊，现在警察那边风口很紧，打听不到任何消息。你呀，还是出去躲躲啊！等风声过了以后再说。我上哪儿躲呀？啊，老四啊，你是知道的，我从来不沾黑道的事。这方面啊，你得听老叔安排，他会给你护照，会给你指路的。
你一会儿就去找他。建委91113，你是知道的。我怎么去啊？这满大街都是我的通缉令，我一下去，警察就要逮我。你吼什么？